你在看什么？你在看什么？哦，来了！哇！等不及啊！等不及！爸爸先把这拿起来。等不及！哇，22哦，什么那么可爱？所以现在就是要把所有食材都下锅了吗？对，没错。那炒的时候有什么技巧？先炒什么？先炒马铃薯，先炒马铃薯，对，然后一点点的油，一点点的油。所以其实这跟人的食物有什么不一样？少了调味，因为狗不能吃太咸的东西，会造成它的肾脏负担过大。好，我先把马铃薯所以其实跟婴儿的副食品是一样的，因为等于是像小朋友他们的肾脏也还没发育完全，他们也不宜吃那么多调味的食物。对，没有错。好，现在要盖锅盖，稍微给它焖煮2至3分钟。所以焖煮2至3分钟就可以依序放入各种食材。不一定，还是要看，就是要看马铃薯有没有煮透。哦，因为毕竟新天然食材每一批来的马铃薯含水量那些都不一样，都不太一样。地瓜也是，哇，好精心料理哦。因为它的质地是属于最硬的，我们是依质地来分类的。像南瓜就是它是最软的。像这个熟度，我们可能要再多煮1分钟。所以食材下锅是因为依序它的软硬程度。对，没错。马铃薯接下来会放什么？地瓜。师傅，你刚刚用的油是哪一种油啊？我们用的是橄榄油。所以其实跟人吃的是一样的耶。对啊，没有错。就是刚刚就只是差在调味。对，差在调味没有错。我现在要下地瓜了，它已经煮到有点半透明。马铃薯煮到半透明之后就可以下地瓜。对，没有错，要下地瓜。看这一集的人，大家在家就可以煮这个东西，不管你是有毛小孩或是有小婴儿，这集真的赚到了。再加一点水让它焖煮，对，再让它焖煮软。所以看似很简单的一道菜，其实下锅的顺序都是有精算好的，也是要有一定的顺序，没错。一样，再计时。再焖一下，稍微再焖个1分钟。师傅，那我自己在家我可以用电锅做吗？也可以哦。但是会有什么差别吗？会有什么差
差别，比较没有那么香，因为食物用炒的话，它的香气才会出来。啊，那狗狗一定会发现啊，它们鼻子那么灵。所以你可以在家里炒啊，不一定要用电锅啊。但我没有真办法在家翻那么高哎。其实可以不用翻啊，用放着就可以了。好好好，我要放南瓜，接下来就是放入南瓜，所以南瓜煮的时间会比较少，对不对？对，比较少，而且南瓜它会出水，所以我的水可以不用加到那么多。是一道非常健康，而且膳食纤维素非常足够的一道菜。我吃完会放屁哦。我吃完会放屁？对啊。天哪，那我今天不能跟我儿子睡。因为狗狗放的屁后，有时候跟人吼味道是分不出来的。你就会突然想，谁？其实这真的是一道非常功夫的菜，因为这几个东西都非常容易掉掉，所以它不定时的就要一直翻，拿出来翻一下，拿出来翻一下，好有爱心哦。那你们有没有比较大型的犬，什么拉布拉多来这边可能要点一份特制？有，水煮蛋会多给它一颗，水煮蛋多给它一颗，对，怕它会吃不饱。怎么那么贴心啊？所以来这边除了牛肉的口味可以选以外，还有别种口味？鸡肉，还有鸡肉。鸡肉是我们用鸡胸肉自己切，再下去水煮。所以等于是要减肥，就像我儿子的那一种体型的狗狗，就需要点低脂鸡肉款。啊，点错了，点到牛肉。真的就算是狗狗吃的东西，也很不马虎哎。太用心了，太用心了。大概在1分钟就好了。我们蔬菜泥差不多煮软了，煮透了。那我们要关火起锅，我们接着要炒牛绞肉。哦，所以其实是分开处理，最后再把它 mix 在一起。对，没错。我先放在这。好，接着下一个。我们接下来要做就是牛绞肉，那我们的火不可以用太大，我们要大概用中小火，因为如果火太大的话，会把血水逼出来，逼出来之后，狗狗就会吃到那个血水，到时候我们要用的方法就是低油温把血水慢慢的释放出来，然后过滤，一点油，所以有点像超过水的概念。把那些杂质类的东西过滤出来。看狗狗吃的很健康虽然是牛绞肉，就是比鸡绞肉多一点油脂，但是其实是很健康的，因为油脂是多的油脂啊，都已经被逼掉了。哦，就跟很多人做牛肉面回家，要先把牛肉焯过水，是同个道理嘛。哇哇哇哇哇！好香哦！师傅，那你们做完这一餐需要试吃吗？需要，也是要试吃。对。哇哇，其实就是跟人吃的是一样，就是没有调味了。对。其实牛绞肉熟很快，已经变色了。对。好了，这样牛肉差不多完成了，下面都是它的血水，那我等一下要过滤。就等于把血水炒出来之后，就可以先进行过滤这个动作。对，哦，那其实蛮快的。好香哦，其实。稍微给它压一下。
等于是它的油脂那些也会被压出来。对，没有错。大家真的在家觉得太搞纲啊，就来这里吧。人也可以吃，你的儿子也可以吃，你的女儿也可以吃。毛小孩在这边过得好。搅拌它，先把它拌均匀。所以把它拌完之后就可以上桌了吗？对，没错。那我要先加入蜂蜜，10公克的蜂蜜，我们再加入10cc 的蜂蜜。所以其实加入蜂蜜，除了让狗狗比较喜欢闻这一道菜，闻起来比较爱它以外，有什么特殊的功用吗？其实蜂蜜对狗狗的皮肤还不错。哦，所以其实狗吃了蜂蜜会对皮肤很好。这道菜其实很均衡诶，它可以获得淀粉，然后纤维质，然后现在又有蛋白质，然后还有维他命，都在里面诶。很棒，很棒。好，我要盛盘。可以了。好，盛盘啦。哇，竟然是用慢食碗哎！怎么那么贴心啊？这里。哇，所以老板娘说没有。这个东西很家常，没有什么摆盘，其实是有哎。好，再好，哦，然后顺便。所以还要再加上配菜哦。对，就是花椰菜、红萝卜，还有水煮蛋。哇，这怎么觉得比便利商店的便当还丰富？其实有些人在减肥，感觉也可以吃这个哎。对啊，它都是原型食物，而且因为有些人对那种盐巴啊很容易水肿的人，其实可以点这个哎。我跟大家讲，就算装在那种白色盘子里面，根本看不出来那是毛小孩吃的东西，你会觉得是一道沙拉。这样就完成了吗？完成了，配上我们狗狗专用的汤匙，就可以出餐了。张，第2张，第3张。他叫阿牛，所以我是阿牛妈妈。那当初第一次看到阿牛是什么样的感觉？那时候是在网络上的认养资讯看到他，然后就觉得他看起来很老实，
对，老实，很老实。然后那时候的中途家庭跟我说，因为我打电话去问嘛，他就说他很大只哦，他不是一般的小贵宾，他很大个，你 OK 吗？我说 OK 呀，所以我们就约了时间去看他。哦，对，你们等于是网友认识的概念。应该是说阿牛他是出自于嘉义收容所，然后那时候还有12页，所以其实那时候阿牛已经快濒临被安乐死的状态。然后有一位爱心妈妈蔡妈妈，就是他们发现了他，然后觉得他还有机会，对，就先把他带出来了，对。然后他那时候状况好像也是不是很好，但是他们有帮他做一些医疗，对。然后他的眼睛当初其实那时候我领养他的时候，我发现他的左眼感觉怪怪的。可是那时候他还没白内障啦，那现在是因为年纪大白内障，然后那时候是已经就是我带他去看眼科，就是发现他是视网膜剥离。那视网膜剥离的话，医生说都是外力重击，对，那可能是被车撞啦，或被大狗咬伤啊，或者是被人打。然后因为那时候他非常的怕男生，中年以上男子伸手，就是手一伸出来他就会很紧张。然后我们就是揣测他有可能是有被人家打，对。那为什么会想要领养？因为我知道，其实带领养的孩子真的非常多，流浪动物真的非常多。我没有办法帮到全部，但是至少我可以帮到一只。所以那时候我就决定说，我一定要用领养的方式，对，至少我可以帮助一个孩子。那认识阿牛刚回家有没有一些难以适应或是印象深刻的事情？印象深刻，他真的非常的乖耶。我觉得就是领养来的孩子，我觉得他可能吃过苦，他真的是非常的惜福，他不挑食，不吠叫，然后当然他也不撒娇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以前跟人的关系没有那么 close， 所以那时候他在家里其实很没有存在感。刚来的时候，然后我们刚开始会觉得说，他真的很像小媳妇一样，就在窝在家里的某一个角落。对，所以等于是领养来的狗狗，比较起来通常独立一点，对不对？通常比较乖耶，因为其实像我们现在客人有时候会分享，就是从小疼到大的和可能5、6岁领养来的，个性真的差蛮多。就是领养来的真的很乖，很惜福，这样很认份。所以阿牛没有做过，比如说一些让主人、让妈妈你抓狂的事情，像我自己的家的狗狗，有时候回到家，一回到家，我想到那时候快要圣诞节，我想，哇，是给我惊喜吗？整床都卫生纸，所以都没有这种经验哦。阿牛真的没有，他真的很乖。他来家里大概已经1个多月的时候，已经1个多月了，对环境也熟悉了。他都没有叫过一声，吭都没吭过一声。然后他第一次吠叫的时候，是因为我们厨房的锅子没有放好，整碟汤就是掉下来，然后非常大声，他吓到了，然后他就哇很大声的叫。然后那时候我们家小孩很好笑，我们还很开心鼓掌，说哇阿牛叫了耶，阿牛叫声好帅哦。所以因为他真的很乖，他只要做了一点点小小的坏事或是什么的，我们都觉得哇，我们反而其实很开心。对，因为他平常都是太乖、太内敛了。对，就是太乖了。对，他目前真的没有做过什么坏事情唯一可能比较让我们伤脑筋的是，他很爱干净，所以他吃完饭，他会有习惯要去撸一下嘴巴，擦嘴巴。那我们家沙发是白色的皮沙发，然后我们的沙发下半部有一整条都是咖啡色的。就是他每天就去撸一下，所以那整条都是咖啡色，已经擦不掉了。我觉得狗狗爱干净很难得呀，它真的很乖。所以，那你们有没有觉得最感动或最有趣的事情？这段时间内，感动的是，我觉得他们毛孩真的很能收买人心。其实我刚领养它的时候，因为我跟婆婆住在一起，那当时婆婆其实并不是那么的喜欢我们领养一只狗回家。好，那原因当然是因为之前的狗狗，家里的狗狗走了，那很难过嘛，他就觉得说不要再养了。那可是后来阿牛来了大概3、4天吧，我婆婆就说他怎么这么乖？
也是他，因为他是那种乖到你会很心疼他那一种乖，所以现在奶奶我婆婆其实是非常疼他。像如果今天晚上如果是吃水果，是吃可能葡萄好了，葡萄因为狗狗不能吃嘛，然后我婆婆就说啊，那怎么办？阿牛没有东西吃，那再削一个苹果好了。就是从刚开始觉得说不要领养，不要带回家，到后来还会为了他特别准备他可以吃的水果，所以等于是把他当孙子一样顾也是金孙啊，是金孙。那听说妈妈你开这间店其实是为了阿牛吗？对，其实是为了阿牛以外，为了毛孩吧。因为其实我们开这个店，当然是因为领养阿牛之后决定要开的。因为我觉得说，希望可以借由这个场地，当然是一个宠物友善的环境，让更多的毛孩可以开开心心的跟主人一起来用餐之外，我们也希望可以同时宣导领养代替购买。那领养的同时，可能像领养的时候，可能像给阿牛这些那种老先生一个机会，因为其实成年的孩子，有点年纪的孩子，相对其实他们真的非常的稳定。你说你有没有做过什么让我们很伤脑筋的事情，乱咬东西啊，真的都没有，因为他其实已经稳定了。所以其实如果你去收容所参观，多给有年纪的孩子一些机会，因为其实你也可以省略了幼犬那一段，你会很抓狂的那个过程，很辛苦的过程。其实有年纪的孩子，他们真的已经成熟稳定了，个性也相对稳定下来，然后其实真的你会觉得很贴心嘛，他们很惜福，对。那妈妈，你有没有什么事情想要跟所有的毛孩家长们做宣导，或是想要跟他们说的话？宣导的话，就是我真的觉得牵绳非常重要，因为其实像我们店里的宠物公约最在意的，其实就是牵绳这个部分。对，就是一定要使用牵绳。那其实牵绳不是一个束缚，是一个保护和承诺。我觉得对，因为你今天在外面，即使你的孩子再乖，再可以跟着你，可是你不知道有一些突发的状况。那因为其实有一个很悲伤的故事是发生在我朋友身上。那他就是他们家的狗狗，其实一向都非常乖，都可以跟在脚边，完全不用牵绳。可是有一次就是。刚好有人结婚放鞭炮，他当场就是吓到冲到车道上，当场就是碾毙。其实这个状况是可以避免的。我觉得有时候就是你发生了，真的就来不及了。所以我们其实很在意牵绳这个部分，在店里也是。即使虽然这是一个室内环境，可是因为门进进出出，我觉得。保护你的孩子就是牵着你的孩子在身边。那像来店里的狗狗都可以落地，大家都可以互相做交流 ，OK 的。但是就是希望主人可以牵着牵绳陪在他的身边，因为你可以随时知道你的孩子的状况。对，因为狗狗和狗狗之间有时候也不一定，有时候前1分钟摇尾巴，下1分钟生气。所以等于牵绳不止照顾到自己的小孩，然后也保护到别人。最重要的是，也让大家能。多一份谨慎的心，对，我觉得是也可以比较，就是来这边也可以比较安心的吃饭，因为你知道你孩子在你身边，而不是跑去哪边可能跟人家吵架，或者偷偷跑出去了，对啊，我觉得这是牵绳蛮重要的。对，因为我觉得我们所有的饲主越做越好的话，宠物友善的环境一定会越来越多，对。